跟進答覆編號 SB081嘅，咁有5個短嘅跟進問題。鑑於侵害兒童嘅個案日益嚴重啦，咁兒童亦都係手無寸鐵，因此出咗事都唔知揾邊個幫忙。咁立法會之前喺4月2號呢，就即係跨黨派無分黨派咁通過咗本人提出嘅議案啦，全面檢討同埋完善保護兒童嘅相關法例，特別有關於性罪行方面嘅。我想第一個問題，請問局長，政府會唔會調撥資源，盡快立法？第二個問題，若然立法喺撰寫有關嘅草案當中呢，會唔會全盤檢視，提高懲罰同埋加強阻嚇力？第三條就係局方會唔會引入針對精神傷害、深度偽造、網上誘拐有關嘅條文？第四條，局方會唔會引入沒有保護罪？咁法改會講咗好耐㗎啦，咁去填補現行嘅法律嘅缺口呢？第五條，下一步係咪應該全面檢討性罪行有關嘅條例？兒童也好，成人也好，其實而家有啲條文呢，我知道呢就係即係有啲性別歧視嘅，可以話。咁呢方面即係可唔可以更中性嘅方法去界定有關嘅罪行？多謝。局長，多謝主席。咁首先我想講咗係頭先陳議員提到沒有保護罪嗰度先啦。咁因為呢個呢，其實較早呢，我哋係勞福局長呢都講咗咁就係我哋其實而家有咗一個嘅強制舉報嘅相關嘅一個法例喺度嘅。咁似乎呢個呢，應該就可以呢係達到咗係即係嗰個沒有保護嗰個立法嘅原意嘅。咁呢個呢，或者我哋等個法例行咗先啦，睇下仲有冇需要呢，就係優化啦咁樣。咁另外咧，有關於整體就係有關於嗰個修訂我哋嗰個性罪行啦。咁其實咧，我哋係嗰個法改會喺2019年開始咧，就係發表咗我哋係即係檢討有關於性罪行嘅報告啦。咁去到咧係2022年咧，亦都係有再發表進一步嘅報告。期間呢，其實已經係提出咗咧72項嘅一啲嘅相關建議，有部分已經實施咗噶啦。例如咧係窺淫罪啦，又例如咧就係話有關於一啲嘅性罪行嘅查冊啦等等。咁其實嚟緊呢，我哋個政府亦都係講咗咧，就喺呢個嘅呢屆政府完結之前呢，我哋希望咧能夠完成晒其他相關該立法嘅就立法嚇。咁就係或者呢個階段唔需要嘅，用啲其他方法處理咗。咁我哋係會做嘅。咁最主要咧，其實有啲原則性嘅改革喺度嘅，包括咧就係我哋嗰個立法嘅原則咧係變咗係必須第一要清楚明確啦，因為而家可能有啲現行嘅性罪行唔係好清楚明確嘅。第二樣咧就係要係無分性別嘅，而家有啲罪行咧可能淨係男性先可以犯，譬如強姦罪就係男性先可以犯嘅。然後我哋咧由呢個社會個轉變啦，咁咧就無分性別。另外就係尊重性自主嘅權利，同埋就係保護原則。咁呢個保護原則咧特別就係對於一啲嘅青少年，又或者呢個行為上咧冇即係精神上係冇呢個行為能力嘅一啲嘅人士，會特別係加強一啲嘅保護嘅。咁我哋就會係就住呢幾方面嘅立法原則咧，就住提出咗70幾項咧，我哋會係有啲嘅建議出嚟嘅。咁而家已經咧係我哋同律政處嗰個草擬科咧係已經進入咗一個係草擬階段㗎啦。咁希望咧就係必然會喺呢一屆政府會完成嘅立法嘅。咁我哋希望可以喺年底入邊咧就會有啲嘅諮詢工作係就住正式我哋立法建議嘅諮詢工作係進行嘅。多謝主席。